内力深厚，老夫自叹不如。废话讲完了没有？你们5个不配跟他比拳，除非先胜得过我，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。你小子是什么东西？今天让你知道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。崆峒五老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们引以为傲的七伤拳，张无忌不仅能倒背如流，还知道七伤拳的要义是先伤己再伤人，每多练一层自己的内脏就会多受一层伤害，实则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拳法。眼见崆峒五老一个个吃的膀大腰圆，无忌便出言嘲讽他们肾阳亏虚，七伤拳法也没练到家。此话一出，崆峒五老当场破防，被一个无名后辈如此轻视，哪还顾得上什么江湖脸面，直接联手将张无忌围得水泄不通，然后5道拳劲同时爆发，朝着张无忌腰子轰去，而张无忌却不躲不避，任由5人拳头轰在自己身上。这一幕不仅让杨逍猜出他用的是乾坤大挪移，而正如杨逍所猜，张无忌用乾坤大挪移中的牵引挪移之法，将5人打来的拳劲暗中引导转移。看似张无忌一人硬扛5拳，可实际上却是崆峒五老的七伤拳在彼此身上来回流转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在打张无忌，而是在自己打自己。随着张无忌一声怒吼，5股拳劲同时被反推回去，直接将崆峒五老震飞31.53米。殷老前辈，这一阵没让你失望，先撑下场面吧。曾阿姨的武功又精进不少，真是谢儿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少林派元婴。看到这个恶僧，张无忌脸色立马阴沉下来，因为当年少林派上武当兴师问罪，正是元婴一口咬定张翠山打死少林弟子，最终逼得张翠山魂断武当山。此刻张无忌恨不得马上打死元婴，可他还是强行稳住了心神，因为今天他不是来报私仇的。于是深吸一口气说：6大派和明教之所以大斗干戈，全都是因为元真挑拨是非，只需请他出来当面对质，所有真相自然水落石出。但此刻元真已经假死脱身，这些话反而激起了少林派的怒火。元婴更是嘲讽，为何不让武当张翠山出来对质呢？眼见元婴又在侮辱先父，张无忌便让他嘴巴放干净点。可元婴不仅不收敛，反而越说越难听，说张翠山自甘下流，勾结魔女才落得如此下场。你住口！此刻张无忌再也忍不住，穿着42码的凉鞋，抬手朝元婴脸上轰去。可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却还是选择了紧急刹车。这龙门镖局的血案，并不是张武侠所为，请不要如此记恨。大师是出家人，4大皆空，何必对旧事如此念念不忘？眼见无忌态度诚恳，元婴也没有再提张翠山，但他不明白张无忌为何3番5次将矛头指向元真。无奈张无忌只能将成坤化名元真，设计挑拨6大派与各派关系一一说出。不可胡言乱语，污蔑我少林。方丈表示元真为6大派苦战妖孽已经圆寂，如今人都已经死了，却还要把所有罪名强行扣在他头上，实在是恶毒至极。为了给无忌一点教训，空文方丈将几十斤的禅杖插于地面，龙爪手便向张无忌抓去。无忌虽然内力深厚，可面对少林72绝技之一的龙爪手，却也只能拼尽全力闪身躲避。可空文方丈却是咄咄逼人，攻势一招紧接一招，眼见马上就要吃大亏，张无忌当即施展武当踢云坐。